天未光，你可能仲未進入夢鄉。車道上已經有對加埋到過百歲嘅老夫婦出發去菜市選求新鮮食材。呢位係鐘師傅，佢擁有多重身份，係一位爸爸，係一位丈夫，更加係一位喺吉隆坡小小角落度傳承醒獅文化嘅師傅。鐘師傅保持住麵嘅味道，佢想每個到嚟嘅食客都食到好味道。學生嘅團員對好味道有住滿滿的回憶，練習前後都會享用一碗熱辣辣嘅麵湯。老伯，你寫嘅我見到睇啊，其他我學生跳會啊，師傅年紀大啦，我想放棄，你看到未有？學師傅貓交俾我，帶佢哋行落去，好冇？係我哋最後咯。你哋全部聽住，今晚全部出嚟武館。呢次嘅宴會對我哋嚟講係非常之重要嘅。我哋邀請到8個國家，有香港、越南、台灣、新加坡、澳門、泰國、中國同埋我哋馬來西亞一齊去出席。我希望大家將呢個宴會搞到好好睇睇。會慶籌備工作第一集，中國。本會呢，吉隆坡學星體育會幫吉隆坡藍仙呢，將會喺呢年嘅11月16號星期日做會慶。咁樣呢一次呢，我就帶開我哋佛山獅兄弟嘅請柬過嚟啦，咁樣就正式邀請我哋呢班兄弟。最後一站新加坡，作死！但歲月不留人，鐘師傅嘅體力不如從前，需要兼顧師團同埋好味道，實屬不易。於是佢向學星嘅大師兄羅伯提出咗建議。呢條友話以前同我一齊住㗎啦，呢條友以前。大師兄唔想放棄，佢志在必得，想延續學星嘅生命。佢開始咗第一步，獨木不成林。大師兄召集咗海內外嘅師兄弟們，穿過慈祥街，食翻啲熟悉嘅味道，同老友憶從前。大佬早晨，冇做大佬好耐啊！我嗌你做你唔可以做。我做咗啦，中國人跳交落嚟咗。即係差唔多名單啊，阿先時啊，嗰啲神氣組樹蘭街啊、慈祥街啊，啲合低嘛，係嗰間差唔多名單啊。是對是錯也好，不必説了。是怨是愛也好，不需揭曉。人總有想放棄嘅時候，但喺你放棄之前，請諗諗你行過嘅路。如今學星揾翻最初嗰份熱誠，亦注入咗好多新血，一齊保留屬於我哋嘅味道。是進是退也好，有若狂潮。是痛是愛也好，不需發表。曾為你願意，我夢想都不要，留言
此心志不會少。這段情希望你堅持落去咯。好嘅，師傅。係啊，希望你堅持落去。好。離別最是吃不消。我最不忍看你背向我。吉隆坡學星會有更多嘅36年，讓我哋一齊展望未來。浮沉浪似人潮，哪會沒有思念？你我傷心到講不出再見。